好来，乡亲啊，继续来关心这个新北市，也是疫情的重灾区。今仔日是增加到123例本土病例。市长侯友宜早起去看物流公司，是呼吁到市民要确实做到栽培零接触。咱就来看这个新北市刷落来，会安怎来强化到3级的警戒。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123人，目前截至到昨天为止，居家隔离的列管有4544人，还有我们看到新北市疫情就是80几、90几、100几。那陈老师的分析的观察值是希望能够控制在200以下，才是一个稳定的控制的观察值。我们在这样一个努力底下，才有办法控制在200以下。只要大家稍有放松的心情，马上这个观察值，我们的整个确诊个案是一定马上超过我们的观察值，所以我非常的担心大家还是要保持低度的活动。今日是市场小礼拜1、礼拜2各开市的时间，市长特别要求警察局、市长处、区公所又全体总动员来复查我们所有的自治会到底有没有落实分流管制。中央也公布了指引，这些指引有很多的方式，希望地方可以做参考的。新北市因地制宜，有用身份证的，有用摊商自主休息的，有用手盖印章的，那也有用外送，累积几家商家外送的。甚至有的禁止汽机车进入，方式足多，拢看地方的自治管理的方式，上面一定当做好分流的管理。我们警察机关全力严格执行跟配合他们来做好管理。不但我们警察机关，也我们的区公所拢安尼做。今天再度复查，我们开了325张的稽查单，其中有一家比较严重的士林区保安街。一段16项、20项，请立即改善。我市长一直强调，做不好就停业，所以我们一定用很多的方式来做好因地制宜的管理。各位可以看到，在上一个礼拜1也筛了38个，在上一个礼拜1，因为最高峰期的时候5月24号，2200个就筛了89个，所以我们现在总 total。抓到从不是发病的状况里面，就可以找到800多个，这些就是我们隐藏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所以我拜托市民朋友，出来在热区出来广筛，让我们找到隐藏性的确诊者。市长不怕公布的数据高，就怕你不出来筛，所以疫情还是在严峻当中。看起来有舒缓，绝对不能放松。